台语古装戏剧节目最新单元《韩木花神恩》2日上午在永康凌霄宝殿五龙宫庙城举办盛大的开镜典礼。开镜这天，现场除了来了许多影迷观众前来追星，还有来自全台各地近100间有功代表共襄盛举，一同祈求拍摄顺利，节目收视长红。主委王大明表示，玄武上帝神威显赫，灵应无数。剧组这次特别选定五龙宫作为开镜及拍摄场地，是对宫庙常年信仰力量与文化传承的肯定。新的神的灵，这个佮包括什么器皿，拢融合这些在一起，到这个五龙神抓这哟，当然啊，今仔日几百间公祠庙堂齐聚一堂，这拢是咱的玄武上帝显化所以啊，甲这样侪人来参与。永康五龙宫特别结缘合作要来讲这个玄天上帝的故事，由王大明主委牵线，这次会特别介绍玄天上帝他是如何来到台湾地区，而且我们有一句话叫做“铁杵磨成绣花针”，这句话就是玄天上帝的师父紫气东君、紫气元君在这部戏里面都会好好的介绍如何铁杵磨成绣花针，如何勤奋不懈的精神是这出戏这次特别强调的重点。谢谢。戏剧制作人陈威汉也向大众介绍这出戏剧的演员阵容。这次的演员呢，非常的老少咸宜，非常的跨界，有我们三立最熟的面孔玄天上帝中天大哥，我们的神明代言人来担任我们这一次五龙宫玄天上帝的角色，还有我们下将下拔来我们的紫气元君。这次也是非常关键的角色，还有我们的陈诗莹女主角，我们三立的御用女主角关嘉宇，关嘉也是我们的大爱男主角，都是非常老少咸宜。张君耀、温少怀都是我们8点档的男主角们，这次老少咸宜，团队非常的坚强，非常的精彩，请大家非常期待。韩木花神恩3日正式在凌霄宝殿五龙宫开拍，经过1个多月的拍摄及后制，预计将在9月22日至10月3日期间播出，以戏剧手法呈现玄天上帝显灵助人的传说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